伊摕资料啊，搁金牛角，它做的比较小根。妈祖庙以前在啊，好这边过去刚好带香吉去给那个保佑香吉的那个神，一直要去，一直没有去，刚好今天来。是呀，阿弟，香吉是，香吉，什么时候的呢？阿弟，哇，卖茶的，川风。看人家是贴那样子菱形的，有没有？赶紧，这是三峡老街啦。要说你会走路，我们可以帮他们。是吧？是吧？看哦，里面逛哦，来这跑。茶品茶，真的、哦，哎有空啊，出来喝茶没有关系啊，交流一下啊，对呀、爱喝茶，爱喝茶好吗？因为以前是刚开始都是喝鹿皮，哦，啊，所以现在是在喝喝越高，越来越高。不是鹿皮喝一喝包种，喝包种哦，包种也很好啊。文山包种，文山茶叶，茶叶。的，这个怎么卖？这怎么卖？有啊，到我在这。然后结果我一个人那个小姐的是要外带哦。哎，对。谢谢你，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，待会小心注意，谢谢你。走走看真好。走到后面了，那边。
赞，超赞。才刚刚喝的这样很多人呢，你要去吗？还有那个保佑 baby 的啊，你忘记了？你要去啊？对啊。要慢慢来啦。我的好几年没看到他了。你怎么在行都地？他就骑刚刚在溜啊。自己也不能进来。出来。哎，平常我出去一下。你看那么多烟。要不要坐电梯？我不要那么多烟。那我上去讲。好。就是在先红豆在他们路边那边卖，她老公来跟她聊，就是来访对了。大庙的话进来就是大庙。大庙不能进来，是有里面不能进来。